2024年12月5號啊，東方作客日本對陣日職嘅廣島三戰。咁比賽啊，只係踢咗10分鐘，場上咧就出現咗一個令人意想唔到嘅畫面。一名東方嘅年輕球員啦，喺邊路攞波之後咧，高速推進，面對防守球員咧，冷靜咁吸過對手，之後咧左腳抽射破網。呢一球啊，除咗幫東方咧先拔頭籌，仲終結咗咧香港球會超過20年作客日本未能夠取得入波嘅歷史。而寫下呢一刻嘅人啊，只係一個18歲嘅少年吳宇希。大家可能唔知道啊，呢個喺球場上邊咧，面對千軍萬馬咧，都能夠突破重圍嘅球員咧，同足球嘅結緣咧，並唔係源於天生熱愛，而係一場意外嘅契機。咁細個嗰陣時啊，吳宇希咧因為一次發燒咧，需要靠特效抗生素咧先至可以退燒。之後咧，老豆開始覺得佢需要透過運動咧去鍛鍊身體，於是咧就決定等佢接觸足球。老豆本身咧都中意足球，每次去踢波啊或者睇波都會帶埋佢一齊。慢慢啊，由場邊睇波到拎住個波落場踢，足球咧逐漸咧變成佢生活嘅一部分。咁到咗6歲嗰年啊，老豆咧就將佢送咗入香港嘅車路士足球學校，第一次咧接受比較系統同埋專業嘅訓練。咁去到大約12歲咧，佢就轉到去南華嘅青訓梯隊，一邊讀書一邊繼續踢波。不過喺呢個階段咧，足球對佢嚟講啊，都仲只係興趣，並冇真正諗過咧自己有一日咧會成為職業球員。但真正令吳宇希咧落定決心行上職業道路嘅咧，係2020年咧轉投東方 U14之後。咁喺呢度啊，佢開始睇到自己嘅潛力，亦堅定咗追逐足球夢嘅決心。咁為咗拓展視野、挑戰更高水平，喺東方青年軍訓練1年之後啊，佢屋企人嘅安排之下咧，遠赴英國入讀咧 Brookhouse Academy， 一間咧以足球訓練為核心嘅學院。喺嗰度踢波學生啊，大部分咧都會以成為職業球員為目標。可以一邊咧兼顧學業，同時咧接受高強度同埋系統化嘅訓練。喺英國踢波期間啊，佢又有機會同唔同嘅英超球會嘅青年軍交手，感受咧更高層次嘅比賽節奏同埋對抗嘅強度。咁其中一場啊對陣伯明翰青年軍嘅比賽裏邊啊，佢就遇上咗祖比比寧咸，咁親身見識到頂級青年球員嘅能力。雖然當時啊對方喺場上 hea 踢，但係整體嘅實力咧明顯仲係高出一截。呢段英國嘅經歷啊，令佢咧更加清楚咧自己同世界級之間嘅差距。2023年啊，吳宇希回流香港，作出咗咧一個破釜沉舟嘅決定，暫時咧放低學業，全力咧投身職業足球，同東方咧簽落咗職業學徒嘅合約。咁外界睇嚟啊，呢個決定咧充滿咗冒險，但係咧佢就堅信啊，冇學歷作為後路嘅時候啊，佢先至可以全程投入，推動自己咧喺職業足球嘅舞台咧企穩陣腳。港超級聯賽星期六，東方喺旺角大球場迎戰深水埗。2023-24球季啊，東方對陣深水埗。當時啊，因為球會咧有多名主力咧俾香港代表隊嘅徵召，吳宇希咧意外咁獲得咗一隊上陣嘅機會，仲直接咧以正選嘅身份登場。咁對於第一次嘅職業上陣啊，佢咧冇感到緊張，反而咧有一種強烈嘅興奮感。能夠踏上真正嘅職業賽場啊，對佢嚟講係夢想正式開始被驗證嘅一刻。罰球機會，顏卓彬操刀直射。性格偏內向嘅吳宇希咧，一旦踏上球場咧，就會完全唔同晒。平日嘅收攝咧冇晒，自信心咧瞬間提升。佢特別中意一對一突破，享受咧用技術擊敗對手嘅過程。對佢嚟講啊，個人咧就唔止係比賽手段，而係一種咧表達自己嘅方式。而佢大心臟嘅特質啊，令到佢咧喺越多球迷嘅賽場上邊咧，狀態咧就會越出色，越能夠咧放開手腳去展示自己。不過呢一份張揚嘅球風咧，亦曾經令佢撞板。咁喺職業手蘇之後冇攞一場比賽啊，佢上陣咧面對一名經驗豐富嘅外援，嘗試咧通對手坑渠，但係咧俾對手強硬攔截，以一次飛鏟咧回應。事後啊，佢受到咗教練嘅嚴厲批評，令佢咧開始慢慢明白自己嘅踢法咧雖然充滿創造力，但係咧要立足職業賽場啊，就必須要學識咧喺風格同埋效率之間咧取得平衡。我就亦都俾阿雲天樂係救到個波。2023年12月啊，精英盃分組賽，東方咧對陣香港 U23。咁上半場臨完場前啊，吳宇希咧禁區邊起腳射門，個波咧省中對方球員咧折射入網，幫佢咧打開咗職業生涯嘅入球序幕。
咁第一個職業球季啊，佢代表東方咧，各項賽事上陣20次，打入咗4球，仲有2次助攻，仲攞埋咧香港足總杯嘅冠軍。咁啊，對於一名年輕球員嚟講啊，呢個表現咧已經相當搶眼。嗱，球季結束之後啊，佢由學徒合約正式轉為咧職業合約球員，完成咗喺東方嘅關鍵一步。嗱，如果話2023球季咧係夢想嘅啟程，咁2024球季咧就係口中所講嘅夢幻嘅開始。嗱，聯賽第2輪咧，佢就首度擔正，全場咧交出1個入球、2個助攻，幫助東方咧擊敗北區。到咗9月啦，佢就首次入轉大港腳，出戰咧國際賽嘅舞台。咁喺年底嘅東亞杯外圍賽咧對陣關島嘅關鍵戰入邊啊，佢咧送出咗助攻，幫助港隊咧晉級決賽周。咁一連串嘅表現咧，令佢咧開始受到更多球會嘅留意，甚至傳出啊英超嘅李斯特城咧都有關注佢。各位東方嘅球迷，大家好！相信大家睇到呢條片嘅時候咧，我已經去咗新球隊報道。2025年1月啊，東方正式宣布咧吳宇希轉會加盟中甲嘅球會重慶同良龍。咁對當時啊得個18歲女嚟講咧，呢一步咧無疑係一次超前又大膽嘅選擇。因為通常啊，香港球員咧大多數咧要去到20零歲嘅職業成熟期咧，先會考慮離開港超，踏足咧外地聯賽。嗱，提早離隊咧就意味住咧更大嘅不確定性。佢一度啊懷疑自己咧究竟準備好未，仲曾經考慮咧留喺東方咧踢完2024-25球季咧先至再作決定㗎。但最終嘅轉捩點咧出現咗喺東方嘅主教練啦盧比道嘅身上。嗱，對於吳宇希嘅外流啊，盧比道咧並冇因為球隊可能出現人員流失咧而選擇挽留，反而咧完全尊重同埋支持佢嘅決定，認為咧只要有機會就應該咧勇於嘗試。正正啊，亦因為呢份信任，堅定咗宇希咧接受挑戰嘅信心，踏出香港，展開咧職業生涯另一段旅程。嗱，嚟到中甲咧，面對更高水平嘅比賽，更加強嘅外援對抗咧，吳宇希咧為自己定落咗目標，希望啦可以爭取到更加穩定嘅正選位置，同時咧交出2位數嘅入球加助攻嘅數據，幫助咧球會咧取得好成績。但係啊，呢段新嘅旅程咧，用挑戰嚟形容啊，一啲都不為過。性格本身比較內向嘅佢啊，喺陌生嘅環境裏邊咧，重新適應咧，本身已經比較慢熱。加上語言嘅隔閡，令到佢咧同隊友之間嘅磨合咧變得更加困難。更攞命嘅係啊，戰術層面嘅轉換，由東方嘅4後衛轉到重慶嘅3中衛。對於佢啊作為邊路球員嘅角色咧，出現咗明顯嘅改變。進攻之餘咧，防守嘅責任咧大幅增加。咁喺多重嘅調整之下，佢嘅上陣時間咧變得相當有限。成個球季咧累積得個136分鐘，數據上咧亦未能取得入球同埋助攻。難得創造嘅一次嘅12碼機會，最終隊友咧亦未能夠轉化入球。嗱，回望加盟初定落嘅目標啊，最終咧只係達成咗一項，就係協助球會取得理想成績，升上中超聯賽。2026年中超聯賽第3 round 上演咗川渝打比，重慶同良龍咧迎戰成都蓉城。咁比賽去到尾段咧，比分仍然膠着，雙方咧打成2-2平手。嗱，對於主隊嘅重慶嚟講啊，雖然1分咧未必唔可以接受，但主場嘅球迷咧更加期待咧，始終係全取3分。呢個時候咧就需要有人喺場上咧打破平衡。比賽咧去到第86分鐘，吳宇希咧喺熟悉嘅左路攞波，持球推進。嗱，呢個時候咧，成都明顯已經有針對性嘅部署，2名防守球員咧第一時間上前夾擊，但係咧佢仍然可以憑藉速度同埋變向咧擺脫對手。推入咗危險地帶，仲送出傳中。嗱，最終咧由外援迪馬達射入，為重慶咧反超比分。入波之後咧，迪馬達咧都用手指咧指一指吳宇希，將個功勞咧同佢一齊分享。嗱，新球季啱啱開始啊，佢就能夠迅速咧收穫登陸中國聯賽之後嘅第一個數據。除咗自身嘅努力之外咧，隊友同埋教練團隊嘅支持咧同樣重要。嗱，有重慶球迷講啊，見到宇希嘅隊友咧會主動帶佢去參加日常嘅活動，而喺球隊嘅商業活動裏邊咧，亦都越嚟越常見到咧宇希嘅身影。由球場到生活層面，佢咧正喺度一步一步咁真正融入呢隊波。嗱，吳宇希曾經講過啊，去咗中超之後咧，自己嘅速率咧明顯加快咗，對比賽嘅閱讀能力咧比喺香港嗰陣時咧更加成熟。嗱，呢段外流嘅經歷啊，喺度一步一步咁咧重塑緊佢作為一名球員嘅上限。
嗱，至於中超啊，好明顯咧就唔係佢嘅終點，而下一段旅程開始之前啊，必須經歷嘅一站。吳宇希呢隊扭得敢衝球員咧，喺華人球員當中咧相當罕見。如果未來啊技術同埋身體層面咧再有啲提升咧，佢咧仍然係有機會咧去到更高層次，成為咧港隊未來嘅一大爆點。我係電視君，我哋下集見。